喜乐家总共就是10只猫1只狗，然后第一只猫是喜乐，第二只是悠悠，一起长大的小姐妹。我觉得喜乐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2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。好感双指节，那这个吧。走，吃饭。走，快，好吃哦。吃饭啦。对，味儿这边也好棒哈。小满。小满，下来了。哦，你好可爱呀。有一点怕是不是？上来。他不会，他还没训练。傻瓜头。对我叫没有哎，你想一下。傻瓜头，哎，怎么样可以吃到呀？这间好吧，这间。这里，没错。好棒哦！还是有进步的啊。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。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，看起来是在调整猫、调整动物的行为，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。